如果眼前嘅現實唔係你想要嘅，咁就同我拼盡全力去逃離現實。但係喺逃避現實之前，我哋都需要直面不想面對嘅事實，否則我哋就只係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係小喇叭，歡迎收睇動漫評論。今日我要長談嘅作品就係《極速100米》。就同平時一樣，以下內容涉及嚴重劇透以及本人嘅主觀，如果冇問題嘅就繼續睇落去啦。《極速100米》呢套作品係出自地關於地球的運動嘅原作者余峰。如果你哋對地關於地球的運動有興趣嘅話呢，就記得撳右上角嗰度了解詳情啦。《極速100米》作為余峰第一套被連載嘅漫畫，係同地關於地球的運動截然不同。《極速100米》係用咗雙主角嘅特點嚟敘述有關接受平庸同埋喺空虛之中尋找奔跑意義嘅故事。《極速100米》嘅男一富堅由細就已經係短跑嘅天才，逢跑必贏。但係短跑除咗係佢嘅才華之外，亦都係佢獲得所有嘢嘅來源，無論係友情或者係成就，都係因佢嘅才華，所有嘢先至自動埋佢身。如果冇咗佢嘅才華，咁其實佢同一個普通人係冇分別。所以細時候嘅佢就有一個獨特嘅人生觀，只要喺100米之內跑得比任何人都快，就可以解決一切嘅問題。有一日，富堅嘅班就嚟咗新嘅轉校生，而佢就叫做小宮。小宮份人係極度內向同埋缺乏自信。雖然唔知佢喺轉校之前係經歷過啲乜嘢，但係從佢嘅言語嚟睇嘅話，佢嘅人生觀係非常之悲觀，因為佢有個怪癖。佢喺放學之後係經常跑步跑到缺氧趴街，而嗰個原因係因為佢想借此嚟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好令到自己暫時逃避現實。雖然當時嘅富堅係未知自己係為咩而跑，但係見到有人帶住咁消極嘅心態嚟跑步，佢係發自內心覺得可惜，所以富堅就向佢講出自己獨特嘅人生觀，跟住就開始喺跑步嘅方面指導小宮。兩人喺訓練嘅期間，小宮份人係逐漸開朗，唔再視跑步為逃避現實嘅方法，反而係將佢變成尋找自我價值嘅途徑。所以小宮就想喺100米短跑嘅項目攞翻一次金牌，即使小學運動會俾嘅金牌都係一啲塑膠做嘅嘢，但係對佢嚟講，最重要嘅係嗰枚金牌所承載住嘅意義，以及自己係真係贏過嘅事實。而現實亦都如佢所願，小宮同埋富堅各自都喺運動會唔同嘅組別攞到金牌。但係人一旦經歷過榮譽嘅洗禮之後，佢就無法再以為興趣嘅心態去繼續做嗰一件事。再加上小宮見到富堅同當時嘅明日之星人神同台較勁嘅情景，以及自己即將轉校嘅情況，所以小宮就喺私底下向富堅發起挑戰。雖然場較勁係以小宮嘅落敗作結，但係小宮並冇因此氣餒，呢場較勁嘅落敗反而係為佢嘅痴迷埋下種子。自此，兩人係暫時分道揚鑣。到下一次兩人相遇就已經係高中嘅事。自從小宮轉校之後，兩人就各自經歷唔同嘅短跑生涯。一上到高中，富堅就因為自身嘅短跑成績停止進步，而呢一件事係為佢帶嚟咗心理壓力，所以就選擇讀咗一間普通嘅中學，同埋暫停跑步。而小宮就出於對跑步嘅熱情，所以就報讀咗一間田徑名校。雖然高中時期嘅富堅係經歷咗一段迷惘期，但係揾翻狀態之後，富堅都係無人能敵嘅跑手。喺另一邊，喺小學同富堅較過勁，跟住整親隻腳嘅小宮就帶住受傷嘅心理陰影入讀田徑名校，但係就因為佢嘅心理陰影，所以就導致佢每一次都未能傾盡全力。直至到當時日本短跑紀錄嘅持有者才津嚟到佢嘅學校做演說，小宮先至能夠克服自己嘅心理恐懼。但係佢亦都開始對勝利有異常嘅執着，因為佢曲解咗才津俾佢嘅說話。喺成段說話裏面，佢淨係聽到喺獲得榮譽之前，你必須付出代價，不過是由細胞組成嘅人生就獻出去吧。所以小宮就因為呢句說話就變成咗一位紀錄魔人。
一個為咗勝利而奔跑嘅人。過咗無數場聯賽，小公同埋富堅終於都喺高校聯賽相遇。當時嘅兩人已經係短跑界嘅明日之星，而兩人各自都有唔可以輸嘅理由，但係好不幸地，富堅終於都輸咗。富堅不敗嘅傳說終於都完結。面對首次嘅挫敗，富堅並冇作出任何極端嘅反應，佢只係讓雨水滴下嘅聲音為自己嘅悲傷發聲。轉下眼，小公同埋富堅之間嘅對決已經係10年前嘅事。小公已經係能夠匹敵才津嘅王者之一。相反，自從富堅輸俾小公之後，富堅就淪落為普通嘅職業選手。此時嘅富堅已經跌落人生嘅谷底，除咗係要接受自己唔再係天才嘅現實之外，自己都仲未揾到跑步對自己嘅意義。直至到富堅同一位跑手前輩海棠交流之後，富堅先至逐漸揾到奔跑嘅意義。作為僅次於才津嘅千年老二，海棠係深信只要自己拼盡全力去逃避千年老二呢個現實，咁佢就可以去到自己想要嘅現實。因為佢所提及嘅逃避，其實係對自己嘅深信，因為逃避現實係佢對自己嘅期望，係佢冇放棄自我嘅態度。但係為咗避免富堅誤解逃避現實呢4個字，隨後亦都補咗一句：但係要逃避現實之前，我哋都必須面對現實。否則我哋就只係原地踏步。受到前輩嘅開解，富堅終於逐漸揾翻自己嘅狀態。但係正當一切回歸正常嘅時候，富堅就喺田徑錦標賽之前受傷。此時嘅佢被迫作出殘酷嘅2選1。為保自己對腳，但係就俾人炒魷，或者係攞自己對腳嚟教飛。喺咁嘅困境之下，富堅雷奔嘅同時，亦都揾到自己奔跑嘅意義。自己只係想體驗奔跑所帶嚟嘅快感，所以自己就帶住堅定嘅決心去參賽。喺錦標賽嘅中途，為咗紀錄而勞碌半生嘅小公，就因為海棠一位唔在乎紀錄嘅人打破自己嘅最佳紀錄，再加上才津對小公嘅憐惜，所以就開始質疑自己追逐紀錄嘅意義。喺決賽之前，小公就問富堅：我哋係為咩而跑？而富堅就堅定地講出係為咗攞出我哋嘅真本事。到最後決戰來臨，兩人喺賽道上嘅重逢，令到兩位記翻起小學時期跑步帶嚟嘅快樂。故事嘅最後並冇揭曉邊個係決賽嘅贏家，因為誰贏誰輸已經唔重要，因為佢哋都揾到跑步對自己嘅意義。極速100米作為改編自連載漫畫嘅劇場版，佢嘅內容係同原作係有一定嘅出入，兩者嘅分別係在於內容嘅篇幅。根據原作漫畫，劇場版係刪減咗唔少嘅內容，尤其係小學篇同埋中學篇。雖然被刪減嘅內容大多數都係帶有 drama 性質嘅內容，但係嗰啲內容都係為兩位主角建立更深層嘅心理描寫，以及帶出故事嘅主題。喺漫畫從小學篇開始，極速100米就已經描繪榮譽對小公嘅重要性，以及榮譽對佢嘅變化。自從喺小學運動會攞到金牌之後，小公就開始對短跑有極度嘅痴迷。但係同當時嘅明日之星人神對話之後，小公對短跑嘅痴迷就逐漸演變成對勝利嘅執着。人神認為，人一旦經歷過一次嘅榮譽之後，就無法再以為興趣嘅心態去對待嗰一件事。而呢一句說話係直接造成小公嘅心理變化。過多一陣，見到小公嗰一種唔要命嘅跑法，人神又認為小公呢一種捨棄生命嘅跑法，遲早係會摧毀自己，同埋都唔會獲得長久嘅榮譽。但係已被影響嘅小公反而係認為，即使係佢啲咁嘅人都可以獲得一瞬嘅榮譽，跟住就再冇屌佢。至於小學篇對富堅嘅意義，就係見證失敗帶嚟嘅後果。因為佢見到曾經嘅朋友喺短跑上輸俾小公之後就俾人孤立嘅慘況，所以佢一直都避免自己淪落到嗰種慘況。但係見到小公越跑越快，富堅對輸嘅恐懼亦都越變越大。
時間就嚟到中學篇，暫停賽跑嘅富堅就過咗一段逃避嘅日子。漫畫喺呢一度係有一大堆關於田徑部同埋美式足球部之間嘅劇情。長話短說，因為人神同美式足球部嘅人有過節，導致到美式足球部處處針對田徑部，令到佢哋面臨解散嘅危機。但係就好在富堅出面解決問題，並且從田徑部嘅成員學到，即使有人被孤立，都會有人願意為自己嘅熱情堅守到底。至於小公嗰邊，劇場版係 cut 咗小公俾人排擠嘅情節。件事係發生喺財津嘅演說之後，小公係終於突破自己嘅心理陰影，越戰越勇。但係田徑部嘅社長就出於對輸嘅恐懼，所以就四周圍散播謠言。而呢一件事係將小公嘅心理推向極端，俾人背叛嘅小公就決定將一切嘅寄託同埋目標放喺紀錄嘅身上，因為數據唔會背叛他人。去到兩人長大之後，漫畫同劇場版係冇太大嘅分別，所以當你比較起上嚟嘅時候，漫畫係有更清晰地描繪兩位主角嘅心理轉變同埋成長，而劇場版就要將一套漫畫嘅內容濃縮到去2粒鐘之內，所以劇場版睇落去就好似少咗啲嘢咁，尤其係同小公有關嘅劇情，但係佢都仲可以保留住原作嘅主題同埋信息。個人認為極速100米係更適合改編成一套短篇動畫，例如8到12集嘅系列，因為極速100米就同關於地球的運動一樣，都係一套依賴角色之間嘅對話嚟散發魅力嘅作品。極速100米作為一套運動番，佢所行嘅路線係比常見嘅運動番唔同，與其係行熱血嘅路線，齋叫人唔好放棄。極速100米反而係問翻你，點解你要堅持落去？你話你熱愛呢一項運動，其他人對呢一項運動嘅熱情係唔差得過你。你話你為咗呢一項運動付出咗好多血汗，乜其他人唔努力咩？你話你擅長呢一項運動，但係一山還有一山高，呢個世上被稱之為奇才嘅人係多不勝數。真係想透過運動嚟揾食，被稱之為奇才，只不過係行業嘅入門票。努力只不過係你為咗持續落去而該做嘅嘢。所以喺一個競爭咁激烈嘅環境之下，呢一個點解就會變得無比重要。因為一個運動員嘅犧牲係比我哋嘅想象中更多。我喺 Threads 揾到一句說話係非常符合富堅同埋人神嘅故事。不得不說，喺自己中意嘅領域之中承認自己嘅平庸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對富堅嚟講，不敗傳說嘅完結係自我價值同埋信念嘅崩塌。但就好似海棠話齋，要逃避現實之前，首先就必須面對現實。而嗰段長達10年嘅低谷期，就幫到富堅揾到逃避現實嘅方法，以及跑落去嘅理由。雖然係好老土，但係個方法就係熱愛跑步，因為熱愛可以令你無條件咁接受所有事物所帶嚟嘅好與壞。講人話嘅意思即係要堅持落去嘅方法，就只有揾到一個可以說服自己無條件咁接受嗰件事物所帶嚟嘅壞處，否則嗰份堅持係唔會長久。咁今日嘅時間就到咁上下啦，中意條片嘅話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個 channel，但係最重要嘅就梗係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睇啦。咁我哋就下條片見。